龙族的红婴仔祭是重要的祭典之一，是长辈对1岁到2岁幼儿上大的祝福甲期待。南投信义乡公所扩大举办这个活动，要来传承布农族的文化。 喜悦小朋友叫吉瓦。爸爸妈妈抱一会怀幼囡仔上台，南投信义乡公所举办布农族传统婴仔祭，会当带家己心肝宝贝来参加活动，家长拢真感谢主办单位用心。婴儿祭其实在我们布农族传统里面，本来从以前到现在都有。然后这个项链也是很特别，就是我们婴儿祭的时候会给小朋友佩戴项链，就是祝福之意，祝福小朋友平安健康长大。布农族婴仔祭上重要的祭期，就是甲幼囡仔挂破链，代表会当保护幼囡仔平安大汉。透过这个挂项这个动作，把这样的爱能够传承在每个孩子的身上。借由这一边的活动和仪式，希望大家当继续学布农族的传统祭期，带少年一辈同齐来传承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